再来看这台湾南亚地保育权的到单已经施行满10冬的时间，不过有环保团体是指出讲，这全台湾面积上界大的中华海岸南亚地呢，是直直拢无一个法定的身份，甚至于这几冬来这光电也是直直咧开发，所以呼吁政府爱来设专职单位，赶紧把中华南亚地划作是国际级的重要区域。 这沙尾仔、花条，阁有海牛、蚵嗲丰富的生态。中华西部沿海有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南亚地，但是却一直拢无重要湿地法定身份。有环保团体就表示，今年是台湾湿地保育法正式施行满10年，希望政府爱有气魄来保护这块南亚地。候鸟来到咱遮要觅食所在，包括咱鱼啊，包括很多生物多样性，拢伫咱遮生存的所在。即摆你能够嚟做，南亚地继续嚟消失。 希望讲，咱的政府手头还够硬的，咱该保留就该保护，就该保护掉的，唔通讲，互咱这国土到这南亚地拢无去啊了后的时阵，未来要来抢救这南亚地，唔是真个咱解决的。 环保团体指出，为中华复兴到大城有将近11000公顷的南亚地，有乌喙乌、大蛇绿、北海猪这的保育类动物，是全国面积上大、上完整、生物多样性上丰富的海坪。即阵煞成做侪光电业者开发的地点，互当地面临污染问题。环保团体要求政府就爱赶紧规划做重要湿地，守护当地渔业产业加自然生态。这湿地保育法 通过了之后，现在几乎都是由下而上，在地的居民或者是社团或者学术单位认为有些是有重要湿地的潜在湿地的部分，写湿地分析报告书送上来，我们就循程序来做审查。国家公园署表示，因真重视湿地保育，嘛和在地团体保持联络甲辅导。即阵就等地方团体送重要湿地分析报告书，而且资料无问题，对照法定程序展开评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